咁當然啦，即係嗰個禮拜都有經歷好多掙扎，咁但係卒之我都得返平安喜樂。亦都第二次就係當我哋放暑假冇團契冇聚會嘅時候，亦都經歷一啲魔鬼嘅侵襲，等我情緒又係好多負面嘅情緒又翻嚟。咁但係傳道人就教我，佢話你唔可以次次都靠傳道人，你要靠自己啊咁樣。咁我就查經逼自己，真係當一有負面嘅影像喺個腦裏邊出現嘅時候，我即刻禱告。我可以係無論做緊乜嘢事，甚至乎喺洗手間一有嗰啲好負面嘅思想咧，我就即刻禱告。當然啦，喺嗰個經歷都幾辛苦，但係我又好感恩，主又帶領我將我另外一層嘅垃圾又抌走。咁喺我11月30號舊年，我就受浸。喺受浸之前嗰個禮拜，我係需要準備5分鐘嘅受浸見證嘅。咁我就喺度掙扎，究竟我係應該講啲乜嘢嘢咧？咁神就有一晚俾咗一個好清晰嘅信息俾我，就係話你要將你心裏邊最後嘅垃圾要抌埋噶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冇機會再抌噶啦。咁我又好唔明點解咧？咁我都困擾咗差唔多成個禮拜。原來神要我做一樣嘢，而我自己潛意識裏邊咧係一路喺度鬥爭反抗。原來我咁多年裏邊，我一路都有一個自責，自己喺度自己責怪自己，點解我咁任性，完全冇諗過孩子嘅成長會唔會對佢哋有影響，而因為性格上嘅衝突而自己係離開咗，同丈夫離婚呢？所以喺心裏邊有好多嘅問題，我都冇真真正正去諗過，我係直情都冇諗啊。咁神就係藉着我受浸呢一個日子，俾我喺嗰個禮拜裏邊真係去諗，究竟我點解咁不安？咁卒之喺受浸嗰日，佢俾我一個好大嘅勇氣，喺企出台上邊用5分鐘向我嘅父母、向我嘅孩子、向我斷絕咗來往10幾年嘅親戚講咗一聲對唔住。跟住浸禮之後，哇！我直情好開心，因為原來我最後嗰一堆垃圾都喺我受浸嘅時候，神潔淨咗我，將我完完全全咁樣重生，冇再將我以前犯過嘅任何嘅錯幫我一路帶落去我個下半場嘅人生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感恩嘅日子，因為所有嘅垃圾都抌晒。好似我讀我嘅 Bible Study Class BSF 裏邊，好似摩西咁樣，佢都曾經係殺過人，但係神都俾一個好大嘅重任佢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所以喺我一路讀嘅時候，俾我一個好大嘅啟發，就係我唔需要再睇我以前做咗啲乜嘢事，而係我只係準備裝備我自己嘅將來點樣去對神交代。仲有就係喺我個所謂知己朋友個關係裏邊啦，心裏邊咧就因為同佢有種種嘅原因，亦都有啲所謂金錢嘅瓜葛，
我哋已經係反目成仇，咁但係心裏邊咧就有好多怨同埋恨嘅。神亦都藉着我呢一年裏邊咧，教導我點樣將 bitterness， 即係好酸溜溜、好痛苦嘅經歷，轉咗做 forgiveness， 完完全全咁樣係寬恕、原諒。因為神同我講，唔係你去審判，而係第日神去審判。無論佢啱，佢同我啱定錯，呢啲都已經係過咗去㗎喇。咁我都用咗1年嘅時間，將呢一個 bitterness 轉做寬恕。好奇妙啊！喺我受浸完之後，足足1年，我從來未遇過呢一位朋友。但係喺我將自己個垃圾寬恕全部